後來繼續來看台灣棒球的好手林安可，到日本拍職業棒球，講伊4月12講出着一支全壘打了後，繼續維持手感，第一場講出着2支的安打，寫下伊去日本第一屆單場雙安打的紀錄。 日本職棒太平洋聯盟在 YouTube 官方頻道向台灣囡仔林安可是台灣至寶，伊伫4月12講出日職生涯頭一個紅不讓，當時嘛是一發再見的全壘打，這個手感繼續維持落去。台灣時間14客場挑戰歐力士名古，面對 WBC 日本隊的鼓手詹國良平，雖然頭一擺被三振，也不過在第4局頂半局就成功的復仇。第一個球打擊打穿了，有沒有辦法？二壘上的跑者跑回來被擋住了。林安可伫隊友展開攻勢了後，率來講出一支正面外野安打，讓西武有滿壘的大好機會，嘛順利挖靠着中國傳信在高飛犧牲打送回球隊的頭一分。不過台灣職棒講這支還佫無夠，第6局頂半局佫一支。啊，切到左半邊，看一下落點。哦，先這麼打，有沒有機會上二壘？有沒有機會？ 哇！長打出現，對歐力士第2投手行山峰林安可更加無哩客氣，講出2壘的安打，日職生涯頭一擺單場雙安，轉播鏡頭嘛翕到台灣職棒佇日本已經有1場4中的賣將，連日客場比賽攏有加油團，也着林安可的加油棒。是講無彩，最後毋是完美的結束。西武獅因為佇第3局頂半局發生嚴重的2敗失誤，和對手共4分，最後以1比5輸去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